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邀请先导数台头先就来报联赛。BNT 疫苗今仔有932000吨送到咱台湾咯，要经过14天的检验，才会当互民众来做。在月底，伫咧新竹市有查到18公斤越南进口的猪肉制品检出非洲猪瘟病毒，甲机关也有查到饲猪场违规用喷饲猪。大学开学了后，台北市拍算甲学生的座位固定落来，另外有国小体育课部为着要防疫，一粒分一粒球，避免学生接触。讲到民众等待真久的 BNT 疫苗，今仔日有932000吨送到咱台湾啊，也着爱经过14天的检验，才会当互民众来做。另外，也有风声讲，这批疫苗会箱仔外口本地有嵌一块复必泰的布条啊，不过落货时阵布条啊已经无去啊。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伊捌问过台积电，讲 BNT 伫咧头一批出货时阵，拢会挂一个宣传的布条啊，不过甲约束内容无同，才要求因甲布条就要摕掉。头一批932000吨的 BNT 疫苗，初日透早7点左右由卢森堡货运航空送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甲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主宰基金会执行长甘朴文嘛做伙去迎接。从这次的合作的成功，让我感觉到团结就是一个力量。不过有风声讲，这批疫苗伫冷冻柜的外口时有挂写复必泰布条，不过伫落货时阵发现复必泰布条煞无去啊。有平面媒体翕到飞行机降落了后，哪像是一个机组人员先去甲布条摕落来。外界指记讲，伫海关还未查验放行进前，就去夹到这货，恐惊有违反海关緝私条例的义务。鸿海永龄基金会甲台积电拢表示，复必泰字并无事先通知，所以要求到台湾的时阵爱移除。那海关嘛发声明告表示，讲海关是以实际回到位的情形为主。针对机组人员甲写复必泰布条摕落来的代志，伊唔知影，所以嘛无法度处分。台积电这边来跟我们说那个是一个 BNT 一向在做第一批出送的时候，都会挂上这所谓的宣传的布条，他们要求就到台湾以后要移除，好，那也就这样子就做了哈。但是中讲头一批送来台湾的 BNT 疫苗，会优先予12岁至17岁学生列名册来做。若剩的疫苗，伫后一批会阁开放予18岁至22岁大学生来做。目前规划透过医药平台做意愿的登记，若注射的日期目前是还未定案。按算检验风险的时程，差不多就要等14天。甲进前 AZ 甲其他疫苗7天来就完成来比，但是中讲主要是因为标准品较晚到位。检验风险上有一定的一个条件跟标准，先来的话，我们就先可以开始来做。那第二批以后如果没有问题，那时间就会比较短。医师提醒，根据外国的调查发现，讲做 BNT 出现过敏性休克的病人，大部分是对磺胺类、甲培尼西林等等的抗生素过敏，或者是对带壳的海产、甲卵等等的食食过敏。若少数的人是对小狗病、甲流感疫苗过敏。嘛提醒女性都要特别注意，伫咧外国1900万人做过 BNT 疫苗了后，有21个人出现过敏性休克的反应，其中女性占9成。不过指挥中心嘛指出，针对男性提醒注射了后要注意的症状。就是男生的部分，可能要特别注意，是可能会出现极罕见的心肌炎、心包膜炎的一个症状。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顶一日预告，接下来每一个礼拜拢会有 BNT 疫苗送来台湾。传说后礼拜3会阁有90万人送来。指挥官陈时中嘛证实，到时可能会邀请郭台铭做伙去迎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一个本土病例，4个带病入境，也有1个人死亡。一寡带病入境当中有1个人，伊捌做过1筒 AZ 疫苗、2筒 BNT 疫苗，另外1个是做过2筒罗西亚的国产疫苗。想未到伊拢做过疫苗啊，但是染到不法事件。国内阁新增加5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是讲，初日有1个本土病例，4例是境外移入，另外1个死亡。大家注意的是4例境外移入的个案，拢有做过疫苗，其中按16113伫美国做过3剂疫苗，也是感染；若是按16114是伫俄罗斯入境的40外岁女性，因为有做俄罗斯家己做的斯普尼克疫苗，检疫期满采检较紧。他入境之后是到9月1号采检，然后阳性之后今天公布确诊，所以是已经超过他第3剂的14天，所以
这位也是符合这个突破性感染的定义。不过研判起来，他应该是在8月26号入境以前就已经在国外感染，统计起来首次有这个接种俄罗斯疫苗入境的这个旅客。那这一位他采检日是8月31号确诊，那这个也是超过了接种过后的14天。若是新增加的这个死亡个案有慢性病史，也甲晚假活动史，伫5月21出现脑后刺激的感觉，也甲加少。5月27就医采检住院治疗，6月初3确诊，6月27都已经死亡。不过病院到即马才汇报。那这个个案是在他的就诊的医院并没有把他通报出来。那一直到了那家属跟台北市要请领他的一个慰问金的时候。那才发觉就是说这个个案没有，那再回来查，那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请台北市那督导该院要以后要申报这要确实。另外，指挥中心也宣布，即马开始搁开放 AZ 加莫德纳换注的对象，包括着药师基层的诊所、医护拢会当换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武汉肺炎病毒一直在变种，除了第二塔变种病毒以外，咱台湾进前也捌出现头一个哥伦比亚变种病毒。这种病毒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作是爱注意的病毒，而且改号名做喵变种病毒。目前有探到39个国家，伫美国也有2000多例啊。指挥中心表示，这款病毒恐惊影响到疫苗的保护力。日本初一验出2例无症状确诊的个案，拢是去挖到编号 B1621的变种病毒株。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个变种病毒正式号名做喵。在全球39个国家，拢相连续出现这种病毒，其中以美国上济，有2065例。即马有证据显示，喵这种变种病毒是造成确诊人数增加、甲群组感染的祸端。For now, this variant is only considered as being a variant of interest, so it's not the highest category. There's also mutations that could indicate that it could evade vaccine.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监控的喵这种病毒，目前是在做爱注意的变异株，因为研究发现讲，这种病毒变种的情形有多过免疫系统潜在的特性，真有可能会降低疫苗的保护力，甚至乎目前有的疫苗全部拢失去效果。也若伫今年1月份，喵这种变种病毒头一届伫咧哥伦比亚互发现。虽然目前伫全球的流行率伫0.1%以下，不过现有的疫苗敢有法度来对抗喵这种病毒，嘛引起各界关注。大家还是要沉住气那一件一件的去解决它。那个刚才在讲那个是现在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臆测，但是并没有办法证明。专家们是研判说，可能都跟这个所谓的疫苗脱逃有关，主要是针对疫苗这边比较担心会有一些保护力下降不足的一个问题。那这些都还需要后续的实证研究来确定。指挥中心表示，国内进前出现头一个去挖到变种病毒喵的案例，是属于带病入境的。面对这尔歹流行的病毒，市面上各经排除的疫苗，敢有法度来对抗？指挥中心讲，要等临床研究做完了后，才有法度来确定。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非洲猪只继续团，移民署进行全台湾的稽查。8月底，伫新竹市一间卖越南食品的中盘商，查到32公斤对越南进口的猪肉制品，这其中有18公斤验出非洲猪只病毒，而且一寡肉品也拢先毁掉啊。提出一包搁一包标示不明的肉制品，新竹市专勤队透过网络购物平台，早在以查获位于新竹市的越南食品中盘商，怀疑卖越南猪肉制品，当中查扣越南进口火腿28包、脆骨梗8包、虾仔梗27包，加煎猪皮2罐，拢总32公斤。其中越南火腿甲脆骨梗拢总18公斤，验出非洲猪只病毒阳性。由林姓国人与阮姓越南籍配偶所经营的越南杂货中盘商，那本队人员前往查查，当场查获越南制的猪肉制品，总共达32公斤。那其中有越南火腿14公斤，越南软脆骨4公斤，那总共有18公斤验出含有非洲猪瘟阳性的反应。那是否与新北案件有关？目前还在查证当中。新竹市专勤队呼吁店家唔通使用也是卖来源不明的肉品，
若讲违反规定，查扣物品依法没入消费，依法也会当处相关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300万以下罚金。非洲猪瘟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表示，测已新增2件非洲猪瘟病毒阳性案件，到目前为止累计有16件，也将针对饲养100只以下小规模饲猪场列为优先查核的对象。防范非洲猪瘟借着喷水传入饲猪场，另外也提醒民众违规查也是输200品入境，相关将裁罚100万，提醒民众唔通以身试法。记者综合报道。那来路不明的百品就要追查，即马连喷也袂当摕来饲猪咯。嘉义县政府对9月初开始对县内饲猪场进行稽查，结果掠到3个饲猪场，抑个是违法伫咧用喷来饲猪。另外也掠到无照规定申请的饲猪场，县政府也拢甲因开罚单。稽查人员到饲猪场检查敢有用喷来饲猪的情况，查到有饲猪场搁咧用鱼肉甲黏面来饲猪。嘉义县动物疾病防治所依法开罚。针对辖内的违规厨余饲养户进行全面的盘查，我们总共查获3场使用鱼肉等动物性厨余养猪，以及7场未依规定申办畜牧场的违规养猪户。有49场就已经脱离了这个厨余的这个养殖了。这次的查核值得我们养猪户真的是很高兴。为什么？这些都是一个盲点跟那个漏洞。配合农委会禁止用喷饲猪的公告，嘉义县动物疾病防治所甲相关单位组成联合稽查小组，清查县内所有的饲猪场用喷来饲猪，除了违反动物传染病防治法以外，农业处嘛有饲料管理法的处罚。如果发现以厨余养猪的话，那我们会依照饲料管理法部分，裁处3万元到300万元不等的罚锾。动物疾病防治所表示，病毒会透过喷发出去，所以嘛才宣布叫清除县内路边的喷桶。目前已经完成县内211间猪场的访视，也无发现有点去病毒围着。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政府要施行的振兴5倍券特别来推出咯，这回有所谓的也有抓本的。目前有风声讲，个人若准是把这个5倍券所谓版本的，就袂当反悔。若准一个回合做回白所谓券，有5天的时间通好考虑。若准想要反悔，是会当去取消的。振兴5倍券特别发行，所谓甲抓本拢有，上紧9月2日就当进行所谓设定。不过爱注意的是，若是个人选择所谓设定，甲去年3倍券无同，恐惊无法度搁改做抓本，期限是甲明年4月底。因为你要先想好自己的方向，再去做这件事啊，就不是问题了。家户绑定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对，因为其实有些东西是买家里的生活用品。长辈的话还是会选纸本因为他们使用上比较习惯。政府为了鼓励民众选用数位券，有袂少加图的优惠，有人感觉方便，也有人感觉也是惯使用纸本，而且共同设定上最是5个人。团组经济部考虑到可能会有绑掉情形，所以要开放5天一张图期，10月初2至10月初6反悔一当促销。可能说，我今天如果绑错了，我可以后悔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嘛。那我觉得这也合理啊。我觉得这个是以政策那种比较便民的角度去思考啦。数位绑定9月22号开始是部会他们经济部这边初步的规划我们会在特别预算提出的时候再做完整的说明报告。行政院强调，5倍券进一步的详细规划会伫特别预算提出的时阵完整来说明，也包括各部会的加图方案。希望立法院开议进前，会当将5倍券特别预算案送入立法院审议。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年的经济成长率有机会来到5.88%，劳动部长柯明春和经济部长王美花拢希望讲基本工资会当调悬。不过产业界说是无认同，有一寡袂食的，甚至是旅馆业拢认为讲，目前抑阁是伫咧纾困阶段，毋是讲调薪水开几百块啊，尔，抑阁有劳健保爱负担，已经伫咧靠纾困啊，因靠在调来调薪水咧。原物料都涨很多如果再调整基本工资对餐饮业无疑是雪上加霜。受疫情影响的东西区餐饮业代表对基本工资调起持反对意见，强调就算即马降级开放式来用餐，业绩有关无提升，即马根本无来加薪，需要的是纾困救命金。
如果你的基本工资提高，相对的劳健保费也会增加我们雇主的负担。类似产业中8大行业搁较惨，降级高达由原无法度开复营业，严重冲击企业生存、员工生活。认为伫企业营运复关进前，应该减缓调起基本工资。我们已经是零了嘛，没有收入来讲，就我们要调整，等于更雪上加霜。政府1到7月份跟去年同年比，它的3671，帮军公教加薪天经地义。我的服务业怎么做？纾困再纾困。不过行政院表示，疫情对各行业冲击影响无同，要安怎兼顾冲击产业配套，需要跨部会协商。目前还未定案，不过经济部长王美花甲劳动部长柯明春拢表达基本工资有机会调起。一些配套的一些规划针对受影响内需产业，我有一些协助。全年的 GDP 成长5.88%的话，说基本工资，说都不能调。恐怕很难。公务员有希望加薪3%去带头加薪示范，也不过上总呼吁政府应该加服务业对话体产民意，疫情冲击无应该当年加薪，唔那对家己硬经的业者无公平，淡薄加薪也可能影响一间公司。记者综合报道。农委会伫今仔日宣布，对初10开始，农民职业灾害保险会甲职业病列入去给付的范围内，亲像是农药中毒、吊刷等等11项有因果关系的职业病，都会当算入去。还有很多后遗症会发生，当然，假如没这个保，更倒霉。讲家己因为做农受伤，致使着脚后底冻伤，好佳在有参加农民职灾保险，得到13万的给付，真感激。政府为2018年开始试办农民职灾保险，先试办职业伤害部分。农委会初2宣布，初10开始，原来将职业病纳入给付的范围。实施2年10个月以来，我们从农民保会的收入跟我们的支出大概没有差异太多。大家知道农民的平均的年纪都来得比较高了哈，那所以有些时候这个病到底是他退化造成的，还是他真的是工作造成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是蛮大的挑战哦。另外也因应着全球气候无正常，热天定定连续真侪天拢真高温，台湾做事的人口年纪较侪岁，不时传出老农夫吊刷、热衰竭甚至死亡的案例，所以就真需要农民职灾保险。农委会是讲会将农民职业病分作2种，一种是有流行病学文献支持的因果关系明确的疾病，互医师通做参考，开诊断书。目前已经列举包括着农药中毒、吊刷拢总11项。另外一种因果关系无明确，必须要经由医师评估，开诊断书也甲评估报告书，经由劳保局审查通过，原来会当申请给付。如果经过我们职业科专科医师的认定，它是跟他的劳务有关，那我们可以把它认定为一个职业病。保险试办买3年，有超过29万农民投保，给付8000外件，金额超过1.5亿，给付前3名落落来，跋倒占4成，地伤占3成，交通事故原来占1成5，像吊刷、农药中毒，给付各有12加20件。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到在地上大条，讲到这个大学生是9月中过后就特别开学咯。台北市内有20多间的大学拢是选课制度，学生囡仔会换这个教室来上课。为着要防疫，台北市政府打算讲要用点名制度加固定座位方式，不过对学生无认同这款的做法。9月中各大专院校就要开学啊！伫开学进前，就有部分的学生入去学校内底。台北市内除了国防医学院、甲警察专科学校2间军警大学例外，拢总有26间公私立大专院校。台北市初2先讨论出台北市版本的大学开学指引，为了防疫会落实点名制度，部分的学生听到是煞有无同款的想法。可以实名制了之后，登录的资料可以不用跟点名的，比如说点名册挂钩在一起，那就可能会就是翘课还是可以翘课之类的。上课扫 QR code， 然后不要列入老师点名啊，就是各自有各自的弹性的时间这样。大家都学生，所以我是觉得其实上课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是可以接受。台北市初步研究的大学开学指引，教职人员都要做过疫苗满14天，或者是有3天内快筛，也是 PCR 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去学校。也若学生是要落实点名制、固定座位，若是有一个人确诊的老师或者是学生有参与的课程，都要停课14天。
若有2个人确诊，规个校区或者是全学校都要停课14天。也若宿舍嘛采用实联制甲出入的管制。台北市府讲，因为大学生上课无伫固定的教室，流动性比较较大，才会研究用点名的制度。看起来好像会限制他们的一些个人的自由，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共同的自由啦。学生上课的要固定位置，然后落实点名的制度，那这个是有助于未来如果需要疫调的时候，才有一个好的依据。大学的开学指引，目前教育部是还未公布，当地征询专家的意见，还有报请指挥中心的同意。按算伫开学进前2礼拜，才会发公文通知各间学校来办理。台北市先定出家己的版本，后手会阁征询教育部的意见，嘛会伫开学进前甲整合做好。记者综合报道。高中以下即马已经开学啊，不过这个体育课为着要防疫，限制是有较济。有的学校是爱学生囡仔家己早几落的喙暗，拿准运动流汗，通好替换身的。甚至有的学校拍篮球、踢骹球，规期是一人分一粒球，避免学生囡仔接触到。体育课时间一到，篮球场、排球场、电竞场拢是学生，也毋过伫大电头骹运动，当下面上的喙暗无偌久就澹落落。就是会比较喘不过气，然后就是口罩会湿掉。但是可以运动到，我也蛮开心的啦。毕竟3个多月来都没有上到体育课了。学生中华校园上期待就是体育课，却也是老师上烦恼的课程。各高中体适能测验规定，查某学生爱走1600公尺，查某学生800公尺。防疫规定要求挂喙暗，学校就先为低距离慢跑开始，让学生家己准备喙暗替换。湿了的话，我们就是拿毛巾，可能稍微擦一下，请他们还是要带毛巾或是卫生纸都没有关系，然后擦拭干净了，我们再换新的一个口罩来应变。所以我都一直提醒小孩说，如果不舒服一定要跟老师说，好，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戴着口罩，其实看不到他们的面部表情跟脸色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老师也会特别的要谨慎，去观察孩子上完课的感觉是怎么样。体育课也爱消毒球区，保持社交距离。婚姻男用过少，规期一人发一粒。篮球、卡球拢总免抢。蛮好的，因为之前球很少，然后就要一直轮流，然后就有时候会等很久。在开学前，我们就补足，在上课的期间，让每一个小朋友都能够有一个球，而不共用。教育部的体育课指引强调，若无法度暂停挂喙暗，甲避免肢体接触，会当暂缓，若是调整课程，看起来像弹性真大，也毋过也想过无清楚。全台各级学校只会当家己想办法，行一步算一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小港区的前园农场，可能涉嫌无照顾动物，致使真侪动物鸟仔破病、行为奇怪甚至死亡的情形。动保处针对着农场违反电影的事项，先罚5万块。另外，会找专家去到现场汇款，看安怎要把这些动物救出来，会另外做安排。工作人员用电击挂开人声，发出真大的声音，也毋过长臂猿也伫人仔来，无封锁出来，严重侵扰动物的生活环境。动保团体初2下昼也出高雄前园农场，因为不当启用历史园内包括保育类的装备美观鹦鹉甲狐狸等出现异常行为，破病甚至死亡。非常拥挤，然后环境单调的空间，园区也没有让动物放风，导致山羊、梅花鹿都出现来回踱步，或者是田垦栏杆。前园农场因为晚近小港机场，一款回人机零加币，也佫会当望小动物啦吸引人客。因过动保团体控诉，农场设计不当启用，佫欠专业人员照顾，互土仔伫电视区接受民众黑白摸黑白笑，而且前园的展演许可也咧申请，已经违反动保法。基业农场未取得动物展演许可，仍违法展演动物，我们基本上已经依《动物保护法》第26条第1项第1款规定，业已处罚5万元在案。并同时，我们有要求业者停止动物展演的行为。面对指控，政府表示会检讨改进，佫已经准备将部分动物送养。进园目前的动物数量跟种类的确是过多，所以我们愿意就是捐赠一些动物给大家认养。去年6月开始，动保处已经改伫辅导农场进行改善，也毋过动保团体这1年来，几下摆复查也是发现多数项目拢无改善，提出动保处回应，业者若继续违法展演，会按次加重处罚。另外，初3将再次邀请专家到前园会勘，若有违规将依法处分。记者综合报道。
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国际新闻。美军离开阿富汗了后，塔利班当日进行游行庆祝，甚至把美军留落来武器摕出来做展示。世界各国敢会承认塔利班的政权呢？美国表示讲，目前当咧观察，后面是讲是免遐尼着急去承认伊的政权。美军于约定全面退离了后，武装组织塔利班接管喀布尔机场，迎接完全掌控阿富汗的头一天。9月初一伫全国游行庆祝胜利。塔利班的机啊4月当看到，因无被吉利展示为美军甲前阿富汗军队抢来的军事设备，包括悍马车 M16步枪等。法新社报道，至少有1架美国乌鹰直升机伫南部大城坎达哈的顶面飞行。南部城市科斯特有塔利班支持者跟观察，顶面刻美国、英国、法国等北约国家国旗，代表为因送奖，武力意识真高。塔利班确定掌权了后，各国要安怎甲因交陪，正做一大难题。美国甲欧盟先表态，美国认为也需要观察塔利班的作为，敢是确实像因所讲的，甲以前有所无同。欧盟强调，并无着急承认塔利班，不过也需要甲塔利班交涉、沟通，甚至影响因。We don't know what the future of the Taliban is, but I can tell you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hat this is a ruthless group from the past, and whether or not they change remains to be seen. We will not rush into recognizing this new formation, nor into establishing official relations. 教宗方济各也伫接受访问表态，表示西方国家脱离阿富汗是正当的行动。伊讲引用德国总理梅克尔讲，外国势力干预他国强加民主制度，却疏忽他国传统，这款无负责任的政策需要停止。不过，这段话实际上是由罗西亚总统普京所讲的。另外，成功出境走出来真侪阿富汗人，陆续到美国甲其他国家球场迎接战胜，不过唔知影未来人生。Today I'm here to pick up my wife. After a long wait, like 3 years, finally she's in USA. We are all appreciate the hard working of all these team. Everybody's feeling safe here. We are really appreciate for all the activities you are doing for us. 美国外交大楼表示，真侪难民也来前往美国路上，因为因第一时间先点伫其他国家。难民去美国了后，会先送往杜勒斯展览馆登记资料，sau đó来送往美军基地暂时收容。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美国总统拜登9月初一伫北京会见乌克兰总统。拜登当面强调要捍卫乌克兰领土的决心，而且会提供美金6000万的援助金来对抗罗西亚的威胁。另外，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组织，不过北京却是强调会员国要有一寡上基本的条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美国，上主要是甲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原定8月30举行，却因为阿富汗脱离相关事项2遍延期。初一伊总算如愿踏入北京办公室，是拜登上台以来第2位受邀请访问北京的欧洲领导人。拜登当泽连斯基的面，佮声明美国捍卫乌克兰领土完整的决心，也甲伫去年4000万美金军事援助了后，会佮另外提供6000万美金的安全援助金，协助乌克兰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Revitalizing 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Commission between our nations, and we're also creating a new strategic defense framework and a new $60 million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泽连斯基特别就连同俄罗斯甲德国的北溪2号天然气的管线，可能会去俄罗斯当作是地缘政治武器这件代志提出讨论，希望华府会当就这件代志对俄罗斯来进行制裁，并当面询问拜登有关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的时间表。Хотів би з паном президентом Байденом обговорити питання і їх бачення, ролі, терміни України в НАТО. 俄罗斯跳过乌克兰，直接将天然气输往德国的代志，华府是讲对地缘政治影响感觉烦恼。拜登认为这条管线伊上台前就已经瓦解完工，无法度阻挡。但是乌克兰加入北约这个议题，北京发言人是讲北约一向对任何有志参加的人拢真欢迎。不过要得到成员国的资格，必须来符合一寡标准，像讲法治改革、国防现代化，以及经济自由。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
继续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这个注疫苗问题，伫咧英国已经开始甲12岁以上免疫不全者注第3档疫苗啊。咱来看到西班牙去，因全国已经有70%的民众注过第2档疫苗，而且因的总理也宣布讲要来调悬基本工资。西班牙卫生部7日宣布，如期达成政府所设定的新冠病毒疫苗注射目标。截至8月底为止，全国注超过6600万剂，77%的人注过至少1剂，70%的人已经完全注过啊。开学前几天啊，全国完了加速，予12至17岁青少年来注疫苗。Porque ya hoy le tocaban a ellos la vacuna, la segunda dosis, la fase que se ha puesto y ya la verdad muy contenta porque ya cuando empiecen el colegio tenemos esa tranquilidad de que tienen sus vacunas puestas. 因为疫苗注射率悬，西班牙过去1个月的破病率持续降低，防疫的限制也持续放零。中央甲地方拢同意9月开始，骹球场这运动户外运动场地观众席为4成提高到6成，安尼当解决球队营收的压力。总理桑切斯搁伫7日宣布，要询问企业甲工会讨论提高最低基本工资，上紧10月来实施，互经济会当同齐反映。另外，因为变种病毒，一寡国家拢开始考虑是毋是要开始注第3剂疫苗。巴西圣保罗州政府7日是宣布，全州所有60岁以上的集会人，甲18岁以上免疫不全的患者，差不多有720万人。2月热内卢已经先对安养机构开始注，不过因为疫苗也有欠缺，当局只好暂停12至16岁青少年注射。Hoje estou tomando a terceira dose. Isso é a consagração da vacina. É a segurança que me faltava. 另外，英国卫生部长贾维德7日也宣布，要为英格兰12岁以上免疫功能较差的人注第3剂疫苗，强调这甲一般健康民众所注的第3剂甲强制是无共的，是规个族群主要的疫苗保护计划的一部分。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咱人若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子。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灾害，伫咧全世界是愈来愈常发生。最近这几年，伫咧美国就有风台火灾造成真侪人死亡。联合国的世界气象组织上新的报告也指出，这半世纪以来，因为气候变迁所影响的，也引起水灾甲高温的灾害，比英国是增加5倍，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电火条啊，甲树啊，互风扇倒去。今年66岁纽奥良的居民格林贝里希望讲电爱紧来，伊是风灾造成停电受害100万外户内底的一个。We could cook something. It ain't that bad, but I got to go get some ice or something, you know, for this meat. 建立西州的居民嘛，因为爱达带来的大水，心内还佫会惊。美西的情况嘛真害，加州的卡尔多野火已经烧瓦灭20万英亩的土地，旅游景点太湖湖甲附近数万人，互人强制撤离。The winds are worrisome today. More so than they were yesterday, and they'll be more worrisome tomorrow. 飓风野火、大水、热浪，还佫有可汗，等咧全美国真侪所在造成灾害，差不多会当写做一本气候灾难的真实记录簿。9月7日，世界气象组织就发表上新的报告，强调地球真正破病了。报告讲，从1970年到当50年来，气候变迁引起的大水、热浪的事件增加5倍，造成超过200万人死亡，平均每天拢有115个人无命。总计损失达到3.64兆美金，合咱台票是100兆。不过，嘛因为复合性的灾害的预警系统优化，减少真侪死亡率。Good news is that we have been able to minimize the amount of casualties once we have started having growing amount of disasters, heat waves, flooding events, drought, and especially most intense tropical storms. The bad news is that economic losses have been growing very rapidly, and this growth is supposed to continue. If we are successful with climate mitigation, we could stop this negative trend. Around 2060s. 地球严重气候灾难内底，以可汗上界吃力，65万人因为安尼无命，风暴夺走57万7千人的性命，大水嘛，互5万9千人无性命，极端气候互5万6千人行上风泉路。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政府要推动双语国家政策，是讲华语甲英语。颠倒伫咧无语政策甲预算，有民间团体认为也未看到政府的诚意。不过，今仔日行政院已经把双语国家发展中心的草案送到立法院去审议啊，希望伫咧2030年会当达到双语国家。不过，有学者认为讲，外国的双语政策无一定适合台湾。
推动2030项双语国家政策，行政院准备6大重心。高等教育部分将国内部分大专以下转为双语标杆学校，也是学院培养双语人才。高中以下逐步调整108课纲的情况，以多面向分阶段强化学生生活中应用双语的能力。网络上成立所谓学习平台，增加全面应检考场甲时间，降低考试费用，提升公务人员英语能力。成立双语国家发展中心专责推动，政府官员会当监证政府执行长强化政策推行。现在其实是回头来看，无论是在教育或是在公务领域上面的双语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花一样的经费、一样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可以做出比较不一样的方法，让它达到这个效果？17号表示，目前政府希望加强甲社会对话，引入更较侪民间力量，协助塑造双语环境。国家也关心感谢引入新加坡也是香港的双语经验，捌伫新加坡任教的学者提醒台湾的双语教育，未当无目标的，伊是国外经验，为学校家庭甲社会拢爱发展适合咱的双语环境。第一个，我们没有英语系国家殖民的背景；另外一个要来讲的话，就是说他们对双语的理解跟我们可能不完全一样。那台湾应该没有不太可能套用其他地方已经做了几十年的模式，直接拿回台湾的学校就可以所有学校一体适用。我觉得在教育上这个是很大的问题。他如果没有运用的话，那个英语率就等于不存在。所以如何创造这样子运用的机会？我们讲商业部门好了，不管是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只在教学现场去做培养，其实意义并不大。部将协助国教署执行中小学部分学区领袖双语教学计划的林主编强调，有一寡国中小学生英语能力也无够好，所以双语教育可能对语言能力有帮助。也毋过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可能会受影响，这也是未来政策推动爱注意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副总统赖清德伫咧做台南市长的时阵，就咧推动双语计划，到今已经是第6年了。市政府强调讲，这是营造一种环境，参与者的英语无一定爱真好，毋过用简单的对话就有效果啊，会当吸引更较侪外国人来拍开台南的知名度。在佚佗的所在煞微路，外国旅客请远景斗相共。远景讲，台南的风景点真侪，拄着英语问路的情形袂少。好佳在本身有伫读英语，所以回答袂真困难。安平是观光地区，那偶尔会有民众来询问一些古迹景点的方向。Of course, it's not fluent like a native speaker, but it's enough that we can understand and we can communicate well. 2015年，副总统赖清德担任台南市长的时阵，推出10年计划，除了各中小试办双语教学以外，也将店头也甲计程车司机拢纳入推广的对象，鼓励因提供英语的菜单。这6年落来，辅导1582位业者得到英语优先票奖，佮建立8间英语优先夜市啊，也有专台唯一的英语优先菜市啊。开始实施的时候8个学校，一直到我现在的时候，刚2019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有83所学校在实施双语教育。即摆发现附近国家和外国籍老师薪水比台湾较悬，也甲台湾要求老师要有教师证，致使到要找老师较困难。有民众是认为讲无讲英语的环境。比如说，我们要求老师要有教师证，可是这样子的，所以很多的具有教学能力的外师，他只能在补习班，因为就资格条件上他是不符的，可是不代表他没有教学的能力。市政府是讲，常常用的英文词拢会放伫市政府的网站，互民众随时会当学，唔惊讲无环境使用。若是师资原来拍拼克服，互更较侪优秀的外国籍老师愿意留伫台南。记者综合报道。针对着大麻合法化争论，法务部长蔡清祥表示，目前的政策是无要来考虑。保护署的副署长也讲，大麻严重伤害民众健康，讲大麻的危害人根本是引起混乱。那针对医疗使用的大麻，虽然已经有开放一部分啊，不过有些认为讲这标准应该搁爱放另一挂。看司机成效向前跑回，展开7度行动。法务部调查局今年4月破获国内上大件大麻养殖场，查获中西藏大麻吸毒。经治警方更发现有业者卖掺有大麻物质的电子混混油。对此，法务部讲谈话，强调大麻严重影响民众的身心健康，现阶段无可能合法化。大麻合法化在目前是不可能的，我们法务部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国情是不容许大麻合法化。部分的国人因为在国外有些国家或有些州，他认为大麻合法化，用这种混淆方式
来宣导过说，要鼓励大麻合法化。其实这个部分是真的是有混淆视听了。敢若今年上半年，查扣的大麻吸毒都超过9000桩，创下6年上济。法务部向大麻宣战，列为反毒首要目标之一，民众唔通心存投机。保护司副司长吴希明表示，散布大麻无害是咧扰乱视听，咱个无论是财政使用被定行为拢是违法，也不过有医师诉求以用大麻合法化。大麻它都不是危害度程度最高的，那甚至相比目前已经合法的烟和酒这一块，它的各种成瘾性啊、危害性都还是相对比较低的。过去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都有人提案，医疗用大麻合法化，同时为服务回应，药品成分只含有 CBD 大麻提酚，也是超过10 ppm 的 THC 四氢大麻酚，经过医师诊断评估，会当以专案进口开放部分大麻素制剂。只是捌参与这项联署的医师罗江合，呼吁各放宽管制标准，正规适量使用，有效提升医疗疗效，也准备各发起提案。另外有民众提案放令包括5路用大麻全面合法化，是伫检核阶段方驳回无得到通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花莲的青埔地主古道，顶个月2是发生火烧山了后，也因为这山壁的链石落来，到当时也未开放。乡公所也希望中央政府会当来协助处理，安放护网啊，也呼吁民众唔通硬要入去。为了勘查青埔地主古道受损的情形有偌严重，丰滨乡主任秘书带工作人员进入火烧山灾害路段，看到古道四界拢有石头放乱，就连天空步道、强化玻璃顶都有20公分的石头。这没有破哦，都没有破。这强化玻璃那么勇哦，3层厚度的，大概3寸厚度，旁边滚下来的。因为石头也一直落，公所下令古道袂使开放，游客敢来当地停车场翕相，互袂少人真失望。就是为了要进去才来的。是。进不去怎么办？进不去，就只能在这外面拍照。青埔地主步道8月2是因为消防队烧虎头芳树，引起火烧山，大火烧3公顷外，火最后是靠空气总队直升机才拍化。不过山坪真侪树仔烧了了，即马开始石头一直落来，但做无法度有效来解决。游客来这个所在佚佗，惊讲有危险性。这片山区都属于风化石的部分，本来就会有零星落石，但是因为火灾的关系，让它更脆化了。所以我们预计明年度，就是今年会提报计划，明年度会争取一些防护落网的设施。公所是讲，石头无搁落了后，一定后礼拜才会互工作人员进入清理，到时阵才知影讲实际受损的状况。防护网工程经费甲技术，毋是公所会当应付的，希望有相关技术的中央工程单位会当斗相共。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防止非洲猪瘟，对9月开始禁止猪笼用喷饲猪。农委会也强调讲，最近正咧紧张，禁止用喷是较安全的选择。有环保团体也烦恼讲，这加出来喷会成做一项新的问题。环保署也讲，有补助县市政府设立堆肥、发电等等的设施来处理这挂喷。一只猪拢客做伙手咧食饲料，这个猪原本都是食高温煮过的喷，为着防止非洲猪瘟，行政院要求9月份暂时改做食饲料。虽讲政府有提供一只猪500块的补助，但是猪农讲根本无够。一只猪一个月来讲，才食1000块的饲料钱啊！用喷来讲的时阵，大概占饲料到2成左右。等是加变成的成本。每个人的饲养成本不同，我们用的是均一价，我们没办法去针对单一猪农他自己的成本去做说要符合他的需求。嘛有环保团体烦恼禁止用喷饲猪，加出来的喷要安怎处理，加做一项新的问题。环保署讲有补助县市政府设立堆肥、发电等等设施来处理。所以这么大量的熟厨余，如果忽然进来，其实会影响本来的操作体系。所以我们目前是先提供焚化厂跟掩埋场的方式，让他们先处理，那慢慢一步一步开始就会导到我们当初13亿经费补助的这个设施。对，会慢慢来，因为不能一步全部就把熟厨余倒到我们的设施。吴正雄认为，喷拿堆肥处理需要3个月的时间，若是高温煮过，确认安全给猪食，8点钟猪就会使消化，是较好的处理方式。环保署甲农委会讲，虽然过去稽查拢无发现猪笼无煮喷就去饲猪，但是这段期间完全禁止是较安全。记者郭冠长随屯园台北报道。
新竹的南寮渔港最近完成休闲设施改造工程，吸引真侪民众来遮行搭，却因为这个人一坐就会造成车乱停的问题。市政府也为着安全，甲码头作业区的路边一部分画红线禁止停车，却引起渔民的不满。渔民认为讲安尼影响到因做工课。渔港完成改造工程后，特殊的外形，佮加上好食的料理，今日拢吸引真侪游客来遮佚佗。嘛，引来多备停车问题，市政府特别画红线来禁止停车，不过画红线的区域有一部分原本是渔民作业的码头，引起渔民不满。前头安省所有人来我港口，渔民出港车子不能停船旁边。这一家码头像我们新竹市码头这样子的，对啊，什么都要罚，什么都要钱，这是渔民作业区，不是行人徒步区。市府对我表示，渔民作业的时阵，会使凭证件暂时停车。画红线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游客乱停车的问题。渔民只要临时有卸妆或整补的需求，都可以停靠港区来作业，不受任何的影响。那也请渔民朋友能够将停车证置放在车辆明显处，来给执法人员做辨识。新竹市政府呼吁大家，因为疫情关系，做生意的店头真无简单，才等着游客来南寮佚佗，也要遵守停车相关规定，才袂去影响到渔民的权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台湾有超过50成的车祸拢发生伫咧路口。交通部运输研究所最近伫咧台北甲高雄找10个路口，利用无人机结合影像辨识技术，甲路口的人甲车刷顶档的卡架记录落来，来分析讲即发生事故路口要安怎做，才会避免车祸发生。工作人员操控无人机豆豆飞起来。透早上课上班的时段，伫中山兴中路口，真侪轿车甲乌多摆，这是高雄9个危险路口之一。遥控无人机飞伫80公尺的高度翕影像，轿车甚至是过路人安怎过路口，拢看甲真清楚。重点伫迄个路口机会左转甲穿越冲突的研究。这两个部分阮研究起来是侧撞的较侪啦。这9个路口平均37%是侧撞会发生。3、2、1、0。遥控无人机空中翕影像了后，利用 AI 人工智慧影像辨识技术，甲影像转换成做人车流动的轨迹，软体会当进一步分析，找出路口容易发生车祸的地点。咱规个路口103公尺的范围内底咱全部拢看会到，所以入捌路口安怎转西咱都看会到。咱用这种来解较全面。交通部运输研究所表示，无人机伫空中，敢若会翕到车顶甲过路人的头顶，无侵犯民众隐私的问题。因今年是甲台北、高雄合作，经15个路口来研究，希望未来提升路口安全。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第56届电视金钟奖今日公布入围名单，公共台记台的这个无数坐把数连续2年入围最佳风格生活奖的这个节目奖。另外一个是画山、画水、画玲珑的主持人彭佳佳，也入围最佳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奖。本来我家己去做无人传的，我感觉台湾人很有钱。带民众坐巴士行遍台湾大街小巷，人捌地方风俗民情。公司第一代无数坐巴士连续2档入围金钟奖，制作人希望用镜头翕出台湾丰富多元的族群文化。尤其是台湾有足侪族群的有客家、有原住民，所以阮做这部，阮不局限伫刚好是台语的族群尔，所以阮希望会当介绍各种的文化，感谢生活伫这片土地的所有的人，阮这部才有机会通入围。因为马术伊就是用个侵入到咱台湾的大大小小无共的乡镇啊，啊，搁一寡庄仔头，咱会去看到一个遮拍拼的咱的台湾人，拢咧无影衫啦，拢咧拍拼衫。爸，这段无必定来。用趣味方式推广台语文化，画山、画水、画玲珑，也入围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台语台佫做者节目拢袂歹啦包括咱的青春包括咱的其他的节目拢真侪，拢会当互提供给做者迄个观众来欣赏。李东熙表示，金钟奖竞争激烈，虽然今年入围名单比旧年少，但是大家会继续拍拼做节目，希望比目前佫较进步。记者杨淑静、谢慧玲台北报道。第78届威尼斯影展伫咧意大利当地时间初一开幕，这回评审有陪招亚洲血统的导演，担任评审团主席也是驾乘上流的南韩导演洪俊豪表示，疫情将基本结束，电影作品率先一直流传，也用这几月来勉励辛苦的电影工作者。这好莱坞的名称，伫红毯顶悬是步数真短，希望看起来是上水的。巴西前维多利亚的天使阿德瑞纳里马，规分丝穿红色的礼服，遐那演员欢尼洛普克罗兹是穿乌白两色的礼服来参加。意大利伫当地初一举行第78届威尼斯的影展，这届影展的评审团有不少看起来是阿 A， 除了去年以《游牧人生》摕到奥斯卡最佳导演的调停，遐那驾乘上流的南韩导演洪俊豪。是这届评审团的主席，伊伫致辞的时阵，是特别勉励，佮感谢伫疫情期间辛苦的电影工作者。Such a great honor to be here as a president of jury. I think we all believe the COVID will be over soon. But yet the cinema will remain with us forever. I think. 伫影展的头一天，就颁出终身成就奖，互捌主演《美丽人生》摕到奥斯卡最佳男主角的意大利资深演员兼导演罗贝多·贝蒂尼，大概是大力甲伊拍扑啊！ È un ringraziamento che io faccio a tutti coloro, diciamo, che mi hanno voluto bene, semplicemente creduto in ciò che facevo, dalle prime persone senza le quali non avrei mosso neanche i primi passi, entrato nel mondo dello spettacolo perché io vengo da una famiglia dal nulla. 11天的影展按算伫9月11日结束。这届有入选的影片，包括《平行母亲》、失踪的查某囝，也有《蒙娜丽莎与血月》等等的电影。就连台湾导演蔡明亮的纪录底片《良夜不能留》，嘛有入选非竞赛单元。这嘛互外界真关心，讲到底是虾米人会摕到相关的大奖呢？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 北部地区对25度到34度，中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5度到32度。 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6度到32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